灣仔海港中心一間專賣德國同意大利名牌櫥櫃同梳化嘅家私鋪，星期日下晝大約2點，懷疑因為冷氣機故障起火，現場冒出大量濃煙。消防到場爬梯上2樓，打爛家私鋪外嘅玻璃，俾濃煙排走。又疏散商場內近200人。家私鋪職員帶同老闆最愛嘅兩籠雀走火警。有目擊者話，商場當時有煙喺冷氣機通風口冒出。嗰陣時都未到好嚴重啦，都有煙，都發覺咦有啲奇怪，咁啲煙味越嚟越重，咁啊即刻揾人就快啲走。消防出動至少1條滅火喉同2隊煙霧隊進行撲救。海港中心外停泊咗多架消防車，消防員要喺地下拖喉上2樓救火。大火燒毀咗家私鋪一套價值260萬元嘅櫥櫃。有消防員喺救火期間感到不適，需要送院。消防正調查起火原因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